大家好，我叫許君祥，今年5歲，我讀培道幼稚園 K3，我今日念到係《弟子規》。弟子規總序，弟子規聖人訓，首孝悌，次仁順，泛愛族，而親仁有餘力。輯學文入則孝，父母呼，應勿回。父母命，行勿懶。父母教，須敬聽。父母責，須信誠。冬則溫，夏則靜。凡則醒，分則定。出必告，反必面。居有常，業無變。事雖小，勿擅為。久擅為，志倒虧。物雖小，不知財。久知財，身心傷。親所好，力為據。親所惡，謹為去。親有失，而親優，德有失，而親羞。親惡我，孝何能？親則我，孝方賢。親有過，戒此根。言聲由聲，諫不用。悅復諫，好泣隨，談無厭。親有責，若是常，受曰次，不離錯。喪三年，常悲焉。居處變，守欲處。壯盡禮，制盡誠。事死者如事生，出失蹄。兄道友，弟道恭。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財物輕，怨何爭？言與飲，粉與吻。或飲食，或坐酒。長者先，幼者後。長夫人，即代叫。人不在，己即代。稱尊長，立夫名。罪尊長，勿見難。怒與長，疾追泣。長無言，佢對功能。騎下馬，乘下車。過猶過，百步餘。長者立，又勿坐。長者坐，命乃坐。多謝。